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仔日又来到咱的选举时间，但是咱唔是要来冤家相拍，咱要来讲这个都市、这个城市的愿望。今仔日来到彰化县，彰化县100万人口的大县，定定选到县长是查某人，拿热热。摇个心心喊喊，但是选民的口味真歹抓，观众就爱斟酌看，而且婚林农业是首都，那同人知，但是更较出名是涨价，农业发展是重点，工业园区即马长时行，但是人口的老化是紧急第一站，是要安怎创新，通好来做永远。今仔日来讲。这两关。首先，咱来紹介到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嘛是咱的老朋友，中正大學政治學的教授蔡英雄蔡教授。黃主持人，各位台灣新眼界的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二位也是來到咱節目當中，咱的媒體工作者吳佑心。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也是政治評論員張明佑，主持人大家平安。那麼第四位在咱線頂也是咱的專欄作家施維全施老師。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首先呢，咱就來對彰化來看起。那麼彰化縣啊，咱過去攏講吼是，會使講是咱台灣的章魚哥啦，哦，就是講。伊的票數定甲咱全國性的這個結果啦，是相當啊，講是啊，但是講這搖擺州就是講過去熱熱吼啊，不論啊，但定咧輪流執政吼。講到這一處，熱熱攏是女性的候選人咯。現任的國民黨的縣長黃惠美，人講伊啊較保守來施政，那麼不做不錯，不失不得。那麼另外呢？摕到防疫來做着政績，啊，對着選情呢，其實是冷處理。那安尼拍安尼這個選戰敢有效？另外一方面，黃秀芳比徵調的時間呢是較晚。那麼如何來鞏固到伊講這個穩調到這個北彰化，來拍開到伊佇南彰化的這知名度呢？尤其總統啊，真濟擺南下落去彰化來助選，彰化敢有可能來翻盤？到底來看覓。6都以外，全台第一大縣彰化縣長選舉，定演20冬來第2屆的女力對決。民進黨黃秀芳挑戰爭取連任的國民黨縣長黃惠美。拼選舉就是拼競選支票的實現。彰化縣頭一個社會主體伫10月20日開工，這是2人登記參選了後頭一屆出席講活動。黃秀芳是批評彰化縣政府流標幾6屆，行政效率歹。因那黃惠美是回應反擊，縣府刷落來嘛會規劃佇員林起。縣政府自己也盤了我們自己的土地來蓋我們的青年住宅。那第一批青年住宅會是在深港，總共會分成3區。那它的這個間數大概會在600間左右。黃惠美互批評的唔那一件，4當前伊競選提出來的政見，包括 F1 賽車場、將南捷運，攏互立贏批評是政見跳票。縣政府伫10月20日公開將南輕軌捷運規劃草案，彰化各地民眾看法無相同。交通學者表示，繼續循環，縣府可能要面對沉重的財務壓力。我來估的話，就是如果是輕軌的話，1公里如果2億的話，28公里大概56億呀。OK， 那他自己要自償多少？那你財務一定不可行啦。也就是說，做了不管在建設的時候跟那個營運的階段，都會產生很嚴重的虧損。雖然對手認為黃惠美欠缺大建設規劃，不過彰化縣的防疫成效一向被看作是各縣市的指標，比起民進黨的黃秀芳更較有執政優勢。離投票敢若剩1個月，相對現任執政優勢，6月底才互徵調的黃秀芳起步較慢，安怎加油起步，變作是即馬上屆需要面對的問題。記者綜合報道。咱現場3位來賓以及咱線頂的施老師吼，
咱若看到他在这支大内面，已经来点出讲，即摆中华大家咧想的这个议题，咱要当中咯。咱即摆啊有2位中华人，一位是民友，一位就是施老师。首先我来请教就是施老师咱头一个问题，咱来看伊讲叫做摇摆县，过去对这个5公岭开始，甲王金珠到碧园啊，归民国王惠美，一拿一粒，拢讲这个中华人口味定定咧换，啊，事实上咱也知影讲，有当时是国民党家己分裂去，才有通啊，民进党才有机会，敢是如此而已吗？但是咱还佫看到讲历次的这个大选，佫较大的这个总统的大选，嘛有立大赢拿的时阵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请施老师先甲咱做大约的这个介绍。多谢主持人，我是鹿港人啦，中华囡仔，所以非常感谢主持人也咱节目关心我的故乡啦。讲实在，伫王金珠县顶之前也佫有一个周庆玉县长，嘛是中华民进党的，嘛是女性，嘛是做过一任，确实中华的选举看起来反反复复，讲实在有一个特色选人无选党啦。我举一个咧，譬如讲，大家拢讲我的故乡鹿港是绿大于蓝，确实鹿港一向为好形象党外时代，即马大选区的时代，伊咧选举一直鹿港得到的票都非常的多。起码伫国民党优势的时代，党外来讲，鹿港就是大本营。但是鹿港一直选出王惠美做立委啊，王惠美是对啊，这我就想袂晓呢。歹势，请讲。是，所以呢，我就想袂晓讲，像头拄施老师讲的，就是柯英色这么样嘛是真袂歹啊，但是呢，拢见拜王惠美选掉。所以选人无选党，我故乡足侪朋友因基本上伊支持民进党的。但是不管是选院长呢、选立委，还是选县长呢，因讲我就是王惠美，我就是挺美的，所以呢，足侪乡亲对因来讲，政治的党派无重要，是这人选非常重要。确实每一届的县长选举呢，我感觉拢是一个人才对决，上无彩一边呢是林昌明、魏明国的对决。迄届选举呢，中华人拢足怨叹的。中华是拢无人才是无？魏明谷伊是新潮流的，但是含新潮流的在民进党的朋友都认为魏明谷本身都毋是一个人才啊。其实伊的朋友、伊的同事安尼讲，为一摆伫个场合，我参魏明谷2个人拢就台咧演讲，魏明谷家己讲的啊，讲我人也无人缘投啦，也无人大汉啦，口才无人好啦，学历也无好啦，做代志也无人抗卡啦，但是呢，久咧，我徛久诶，就是我诶，欠伊家己都安尼承认嘛。国民党提名连聪明诶，讲实在，伊做代志，伊确实足努力诶。伊做个民意代表做了袂好袂歹，但是我家己呢，学法律，我原来是学做市计划，即个关键要安怎画？我感觉这样诶人才，伫迄届选举，国民党提出来。民进党提出来，大家拢感觉讲奇怪咧，是毋是中华无人？所以呢，一旦有一个袂歹的人才出现，基本上这选票呢，大家拢会往偏去，不管是伊是国民党的还是民进党的，所以王惠美会得到民进党的朋友的支持的原因是安尼。说实在，黄秀芳原来是一个人才，伊伫彰化市这个选区呢，伊做立委。做议员，伊的人和伊的表现，大家拢肯定。但是伊即摆上大的缺点就是，大家都伫大咧问讲，伊到底是选还是选领的？我实在黄秀芳的每一个选举的造势场合咧，几乎特别是亲子活动，我一直拢会出席。为什么呢？因为我会招教他细会，所以这种亲子活动呢，非常适合我带囡仔去。每一摆我去的场合咧。人数拢足少的，所以我怀疑讲，为什么选举会安定呢？是，
施老师吼，这第二个问题吼，这也是我刷来要请教在场3位啊，就是讲是安怎，是什么样、什么款的这个风土，致使着咱中华人要选县长的时阵，或者是讲要选各式各样的选举的时阵，敢若选人无选党，这个党派性会降低。吼，就是我敢若看人才啊，尔无要管讲你是哪啊列个，这是特殊的这个风土所造成，也是咱中华县咱特殊的传统。那么其他县，譬如讲，若是在这个嘉义也好，台南也好，屏东也好，长期的民进党执政，吼啊，譬如讲，若是苗栗，长期的国民党的执政，啊，是安怎这个？中华县会变做安尼，会信来信去，啊，佫会选人无选党。老师，老师你请讲。我认为吼，因为选举的重点吼是选一个大家认为互咱有一个未来，互咱的生活有一个幸福的。所以吼，尤其对中华来讲吼，中华吼。几个特色啦，一个吼就是伫咱彰化是农业为主，虽然云林吼是咱台湾的农业首都，但是彰化是农业第3大县呢，所以农业产值非常的重要。但是农业伫台湾面对上大问题是国际性的问题嘛，是政府一直开放各国的农产品，包括纽西兰、包括美国来做消费拢要来嘛。这对咱在地农民就发生很大的冲击，所以对一个现实生活上非常担忧的这人民来讲，谁能互伊感觉幸福？啊，说实在，政见一般民众伊看无，谁较有能力，平常时也无一定看会到，所以伊感觉一个信任感，所以信任感非常的重要。就讲周伯源县长，伊。表现了袂歹，但是伊现场落啉以后，伊来选立委，伊就无选掉，因为民众对伊的信任感无啊。所以我感觉信任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民众因为信任感，所以伊看到的是这人的特质。啊，当然咧，信任感并无代表讲我信任这个人确实有执政能力。讲实在，选民和政治人物的距离吼。讲实在，平常时活动有看到吼，并无代表讲看到伊实在是做代志能力啦，所以感觉是一个形象。所以某一个人形象好，大家感觉信任；某一个人就一直支持。是，我要共款来问咱在地嘛是中华人，我请民友啊先来讲吼，你敢有同意这个施老师所讲的？你选人无选党，吼而且看到是信任感。嘛是真现实啊！做县长做2阵要来选立委，选书记。我是认为安尼啦，因为中华吼，因为有农业有渔业啦吼，但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这个农业系统拢足强的啦吼，包括水利会啦吼，甲这个农会啦吼，这个系统长期以来吼，自1949年开始吼，到目前为止吼，拢是掌握到这个每一届选举是毋是有法度整合。我比如来讲，比如讲南彰吼，南彰化这边，园林上大社家伊掌握的包括着第4台，包括着讲这个农业系统，所以后来小甲做全国这个农会这个会长的时阵，想到无法度去掌握全部，伊无法度顺利搁再连任，想到因为真大原因是因为大家会去思考讲，我这届农会系统要支持什么人，所以中华有一个特色啦吼。包括因为水爱用嘛，你落水溪引水入来，吼啊湖水溪引水入来，一定是这个水利会爱去控制嘛。过来就是农业的部分，只要是讲农会代表啦，啊是总干事啦，吼，其农会理事长较无啥物实权，拢是总干事较有实权吼。来甲这农民讲的时阵，因为参政所在，伊就会开始去影响。所以你注意甲看吼，大部分大家族，不管是过去红白白派，还是讲即摆小家、社家。过去道家，其实你注意甲看，伊拢会较挖市中心哦。比如讲北彰的彰化区，南彰的这个园林，拢以这为2个主轴，所以因会开始用这个系统去做。
所以你注意甲看，头拄老师你讲即个王惠美，王惠美是安怎有法度对一个鹿港出身？原本你鹿港出身过去何必嘛？但是伊想要有法度对鹿港的家族来出现出来，其足简单一个道理吼。王惠美你施政的时阵，伊较无你甲你分哪里甲政党。老实讲，你去鹿港遐看，去福兴遐看，其实伊咧做代志，伊嘛算真卡踏实地咧做啦吼。所以伊互人感觉政党的色彩较无遐深。所以中华有一个特色啦，特色就是讲政党的色彩无真深，但是派系关系真深，因为所有参政所在拢是有系统组织的，包括我头拄讲的农会、渔会、水利会组织。其实全台湾你注意甲看哦，你看中华124万的人口来看，伊所有的分挂拢足清楚的。比如讲，我北中我要支持啥人做农会理事长，我南中这边要支持啥人做农会理事长。后壁背后是小价还是社价，拢有真大一个原因。独辟员呢，是安怎会受到大家欢迎？伊南中的园林内底，道家会当讲是啊，讲较歹听，有够大一个家族。花水建达，因兜咧做油品的嘛，油品出身。阮爸爸细汉就拢食因道家的油，哦，土豆油开始大汉的，甲阮阿嬷拢爱去因兜打油同款，嘿。所以道家伫地方的定根足深的吼，去到田中倒位。所以你注意甲看哦，伊是安怎法度连续做2任，除了是地方派系整合以外，过来就是你有提过伊的正品，你就知吼。伊出产的这个，头拄啊，老师你讲，出产这个是茶啊，吼，啊是盘啊，啊是杯啊，哦，你做南投中华遐人拢捌摕过，你唔捌摕过，你就唔是中华人。所以你也无，恁兜无放迄杯啊、甲盘啊吼，我拢讲你唔是中华人。所以你注意看卓博远、杜碧湾吼，相当会受到大家欢迎。伊施政其实有创新啦，包括伫溪州的一个政治内底吼，伊其实有做足侪创新的，所以会得到大家的支持。但中华有一个改变的因素，我头前你讲的派系因素，国民党的派系相当伫即个南中甲北中定根甲足深的，这是较早以来就共款啦。所以有真侪人咧问讲。像咱民进党做一届，国民党做2届，民进党做一届，国民党做一届。其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你有法度去整合无？你只要有法度甲南中、北中农会系统，你整合无好势，吼，你就有可能会当当选。所以这一次王惠美顶一届法度当选是社价，谢依凤因家族，吼，谢点林因家族有出来甲支持，所以伊就免搁去烦恼整合的问题。所以王惠美迄当阵。有法度来当选，其实真大原因伫遮嘛。所以我要甲各位讲，就是讲，咱大家你想讲啊，中华到底是虾米款的城市，是虾米款的这个乡镇特质是啥？其实就是地方系统上面迄个所在。我甲你各位讲哦，咱顶礼拜搁咧讨论苗栗，其实伊遐派系系统啊，比苗栗搁较健全。伊的健全到虾米程度咧？我农会代表要几席？阮农会理事长要谁做？阮农会总干事要谁做？因拢分甲足清楚的，啊稳调的，所以想到到尾小价有小可没落的一寡原因嘛是伫遮。伊有全国的农会系统，但是伊无到掌握地方的农会系统，所以后来分出来了后，你会看到中华，即个想到黄秀芳黄秀芳，伊咧参选，伊较属于即个北中这边啊，吼，伊的选区包括即个中华分园，吼，伊做立委的时阵。伊即届参选有互人感觉有一寡刺激的原因是伫遮，是认为讲除了王惠美的施政无特色、无亮点，但是即个黄秀芳过去伫即个国会表现算袂歹，所以伊这一次的选举啊，我看伊咧操作吼，其实真趣味哦。过去你做系统，包括去甲参委啦，吼啊是报道啊遮，伊拢有法度去成立组织。这组织就是爱去拍破啥物？过去国民党可能有法度拔出去组织的，但国民党即马是属于较失势的一个状态。所以感觉有小可有咧叮当的，有咧叮当，我感觉转变的机会也是真大。还佫有伫啊吼，啊，就是我想要问这蔡老师吼，是，咱即马正盘来看，咱看到即马中华的选情，其实咱应该来先来问一个问题咧，中华应该需要啥物？他到咱一开始就看哦，讲中华敢需要即个轻轨，吼？中华除了轻轨以外，敢无其他的选择吗？在这个重大的建设当中，啊，佫有啥物上需要？咱公共电视主要是要来讲这，无一定要来讲啊，这2个相斗吼，啊，看谁会来选调，
谁来选调当然真重要，但是这整个对着中华的这个建设当中，上需要的是啥物？敢是这个轻轨啊？敢有意义会付未？会付起未？蔡老师是，其实这个轻轨的电车吼，伫2018年的时阵，这个王惠美的县长候选人伊就提出来啊，吼，啊，一直到今年的选举4年已经过啊，吼，啊，当然大家就讲啊，讲是毋是爱有听到声，啊，但是一直无看电影，一直无看电影，吼，啊，伊的规划是安尼啦，吼，伊要伫江南的地区、园林、埔心、溪湖甲二林这4个所在做一个电车的这个路线。啊，我甲统计者，伊4个乡镇差不多有25万人啊，吼。啊，若一般要做电车，差不多大约就爱30万啦，吼。啊，即摆问题伫倒咧？就是讲，你要做电车，其实重点是啥？就是讲，你这4个所在，因为伊二林吼，未来有中科，吼，伊即马就有咧用啊，吼，伊就招商嘿，中商啊，有可能就是讲未来真侪人会来遮上班，吼。啊，一般的经验是安尼啦，先爱有人来上班。啊，上班了，伊会住伫附近，吼啊，附近了有交通的需求，吼啊，现主是就是讲，你是毋是用公路，吼还是快速道路去接迄个东西向的，即个公路，安尼是上迫切的啊，吼。啊，公车有当时1点钟是1班2班啊，你是毋是甲增加即个公车的即个路线？啊，当然你人若来遮上班，人已经有超过30万啊，无问题。迄你做即个电车吼，绝对有伊的功效啦。啊，问题就是讲，伊即马开始规划，吼，伊即马佮继续要即届要选举，伊继续佮咧讲即个代志，但是就是讲，伊家己嘛讲啊，可能啊，甲2007年啊，就是讲表示讲伊伫个任内可能嘛即件代志，会讲伊先规划啦。但是大家头头学者就讲哦，这爱开几啊百亿，吼，爱开几啊百亿，啊，当然就是讲对中华南部的伊遮的农民，吼，其实大家拢知影。像咱东西向的公路最重要的，因为迄毋免收费，爱咱运一寡农产品，对因来讲，这个是上重要。我种的物件，我种的花，我种的西瓜，我种的稻啊，米，这要安怎去会当销配出去，这是上重要。啊，所以就是讲，但是这个议题，因为每一个人，伊当然嘛希望讲大家像台北城安尼啦，吼，迄个捷运足方便的，拢伫阮兜隔壁啊，是上好的啊。但是就是讲，这个效益。是毋是还佫做一寡评估啦？吼啊，当然我是感觉讲，伊即个议题有可能有一寡人伊会感觉讲，这真好啊！啊，但是有一寡人感觉讲，这敢是上重要的，吼，因为事实上中华县的财政嘛是有一寡问题啦，吼，嘛是一寡问题。虽然伊是台湾第一大县啦，就是6都以外上大的县市。啊，这个县市，我是感觉讲，伊未来伊有真侪空间啦，吼，伊叫台中的结合，吼，啊，即嘛伊佫表示讲，伊顶悬，吼，伊要伫新港这社会的。主体这种种的问题，其实会当做一解决，吼。啊，我是感觉讲，这大家拢会当讨论。吼，对黄秀芳来讲，伊是感觉讲，无迄个必要性，啊嘛无迄个紧急性，讲一定要先用。是。哦，啊，这是大家会当讨论啦。是。我来请教下咱唯一的女性吼，咱2个这个女性的候选人吼，虽然还佫有第3个啦，吼，虽然还佫第3个。这2个在恁走新闻当中，即马现主时看起来，大家对因2个人形象，吼来看，定人讲王惠美真好握手啊，哦，足好握手的，啊，甲大家哦不得不失啊，大家真好看面。啊，黄秀芳其实嘛地方哦，真走总真久安尼，在恁的看法。其实王惠美迄阵啊，伫做立委的时阵，我就伫迄种立法院走新闻啊，啊，我甲伊一寡熟悉啦，啊，毋过伊这个人就是较强势。伊就是讲，就是我要安尼，就是安尼。啊，毋过其实做一个头家安尼是好的，因为伊会当安尼控制伊想要爱的方向。所以伊去选彰化县的时阵，大家拢感觉讲啊，这应该会调，因为大家知影讲伊其实不止伫地方有实力，啊，毋过伊其实伫国会嘛是做了嘛袂歹，嘿，有咧全部安尼控制。啊，毋过这黄秀芳我嘛感觉伊嘛袂歹，伊的个性较比较柔一点，嘿，较柔嫩。啊，伊会帮囡仔想，啊，帮老人想，啊，世界想安尼啦。啊，毋过其实一开始，
民进党伫彰化县，毋是吴秀芳想要选，是一个人叫邱建富。邱建富伊非常的想要选，而且伊准备了足久啊。你讲非常。真正你问民友就知影。你两个佫共派系。嘿啊，共派系伊真正有够想要选的，伊一直感觉讲，吴秀芳一直甲伊讲啊，讲我即届选立委啊，我袂甲你抢县长，就是你若选县长，我会支持你。毋过关键啥物人？就是蔡英文，因为蔡英文伊就是讲，我就是要爱黄秀芳。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是王惠美是一个女生，伊想要爱一个女力对决，然后让这样子，那个画面看起来好像就是你知道，虽然就是有一种美丽的感觉，所以所以小英已经就是甲吴秀芳安尼两届拢找伊，找伊的观点，甲伊安尼口肯，甲伊问，毋过吴秀芳唔答应的原因是啥物？我已经答应邱建富啊，我甲伊讲我会支持你，安尼我是要安怎？所以最后嘛是爱靠小英出来出马，所以因就是家派系内底家己处理嘛，请迄种邱建富即届安尼先卖选咱互迄种吴秀芳出来安尼互伊，互女生对决。为小英即个思考的方向，咱来看，为什么小英一定要爱黄秀芳？就是因为咱的彰化县是一个摇摆县。你甲看真2005当开始，然后卓博远对上迄种民进党的人，大概拢是10万票、7万票、10万票、9万票，伫遐咧摇摆。所以其实彰化有一个魔术数字，关键的数字。10万，毋是为着10万块的10万，是为着10万票的10万。为着10万票。嘿，就是这10万票，因为这10万票你民调电话卡无。你嘛毋知影讲，这10万票是安怎来的？嘛毋是讲你地方安尼大家叫来投票就有啊。所以大家顶届王惠美就是赢迄个魏明谷赢9万，然后有搁顶一届魏明谷赢迄个林琼敏赢10万，你甲看10万。再来卓博源第一次第一届要选的时阵赢迄个汪金珠赢10万，然后再来卓博源第二届要连任的时阵赢较少7万，因为卓博源的迄种。伊的可能第二金，第二金的政绩已经去互人安尼看骹手啊，对，所以你甲看10万，这10万票的关键，到底这10万票谁会当去掌握着、就无一定就会当控制，就赢咱这个。这10万，这看起来真 magic 吼，真 magic 数字。这我要来请教咱线顶吼，咱的施老师你伫线顶吼，要来请教你。咱这个10万票哈，是安怎来的？是安怎？这个过去这个选举，尤其即马吼，点到这个小英吼，所钦点的，讲一定就爱这个黄秀芳。但黄秀芳即马选起来，这个感觉，他多你也有小可点到。即马还佫有脱面无？有脱面在哪里？这个10万票是安怎要来生出来？老师讲看嘛。我家己的我的疑问就是讲民进党到底有咧认真选无啦？这我是咱地方乡亲大家共同的一个疑问啦。我讲过黄秀芳办的亲子活动，讲实在伊的亲子证件拢袂歹。确实因为我的早囝才4岁尔，我非常关心这方面的议题。一方面呢，黄秀芳办的这亲子的竞选活动呢，对小孩子来讲是足好的一个活动空间。节目也袂歹，伊拢请迄幼幼点点名来。但是呢，别个候选人呢，请幼幼点点名去表演呢，上无观众拢嘛200-300人。但是黄秀芳的场呢，一半尔，而且100人100也拢无够。一个活动的成功你大家靠宣传。也到看其他的设计，但是每一场我去的讲实在都不热闹，大家拢感觉选举顶当然的选举顶并无代表讲一票就得袂着。总统大选来讲，韩国瑜的场人真接的蔡英文人还热烈，而且是好几倍。蔡英文的选民大家游览车动员来，韩国瑜都免。但是到最后的结果是韩国瑜大败啊，所以当然呢，迄只是一个指标一个指标而已。
并不代表讲黄秀芳完全拢无机会。但是现实中就是黄秀芳本来拢无爱选，哦，而且伊是有一点，因为邱建富、蔡英文讲邱建富不适合，因为邱建富个人被认为讲，伊涉及到不一定是讲，不是讲最接正确这绯闻啦，涉及到都有这样的绯闻。 对方的手都要无砍掉嘞，但是透过电话啊、消费有暧昧的一个事情，啊，这是选举会会啦提出来就检讨，会的检验，所以啦，黄秀芳的提名呢是伫乡镇市长在候选人的提名之后再提的，啊，在乡镇市长包括议员啊、代表想提名啊，是邱建富在当县长部主委的时候提名的，提名，所以所以乡镇市长在候选人，民进党的好选人，鹿港的好选人，中华区民进党的好选人，参入民进党中华关的好选人，到底会合啊无合？是伫选举的过程内，大家拢会感受到。不过上重要的、上可笑的，就是讲吼，选举了，我最希望的一个原因就是，最重要的议题，你中华除了是一个农业大县。 中华有1万家工厂嘞，但新北市400万人，2万家工厂；中华关100多万人，1万家工厂。因为那是个台湾面向世界，生产动力大部分都外销的，这些议题你双边都无机会好好讨论。我作为一个选民吼，这彰化子弟来讲吼，非常希望的是这点，咱的公共政策有法得到一个充分的讨论。 是施老师，上后要1分钟吼，你所讲了吼，你望讲咱这个整个这中华关对着即马伫田中的这个铁工厂也好，还是即寡工商业也好，应该爱上具体爱提出什么意见，互因两个人会当相处还佫30天来对你的这个意见来回应。我是感觉是合理的经营环境啦，确实。 因为咱台湾吼，整个工业发展的过程是客厅及工厂起家，所以吼，我们全民承担了一个工业，就是讲工厂，然后主持人讲的，当场拢伫农地中间。现在呢，某些农业项目也不是那么需要的。那台湾的生产的食物的自产率呢，几乎30%咧，咱食的物件70%拢进口过来。 拢为美国来，美国就来足多哦，因为咱美国是农业大国嘛，那消费大是拢听美国的嘛，所以咱很多农地，很多本来种水果的，因反正无需要啊，这互工厂合理的有一个生存的环境，那起码有一个所谓的国土计划法啊，国土计划法，咱的县政府有相当大的权力做合理的。 土地的规划，所以那彰化交流道的土地如何解编，咱的工业区有一个适合的一个经营的环境，因为污染可以做适度的整理。过去中华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隔迷，就是电镀工厂太多。因为过去中央政府的魄力之下，我起码我拿多少笔建户来，对我在这租赁贵点，那已经解决了电镀工厂污染的问题，其他的工厂。 污染不可避免的污染如何处理？想要好好经营生产作业，面向国际的钢厂1万家工厂有一个合理的一个生存的条件。我是在选金马管建户，比如讲对彰化市东区都市计划处理的台东以及彰化交流道土地的解编，我们的确需要一个整齐的而且合理的经营空间。是。 感谢施老师吼，来甲咱讲这个证件吼，敢若施老师要来选举共款，毋是，其实要讲哦，这个3位候选人来听，咱希望吼，因有合理的这个回应，那么期待啊，这30天有所改变。感谢施老师，感谢。那么刷落来咧，咱来看吼，佫另外共款，其实嘛是拄着相关的这个问题，伊嘛是工厂拢伫田中，吼，毋但如此，伊还佫有这个。 世界级的大塑，这个工厂，炼油，伫这个分林，嘛有海口，嘛有田庄，嘛有市河嘛有拄着风电，这就是分林关。分林关佫较特殊，咱一下开始就讲，
张立宪哦，要来变认真，但是真济包括着立法委员苏治芬下架张家，吼，要来甲下架，即摆，但是毋是苏治芬，是刘建国。刘建国到毋即个材料，吼，对山线抬到即个海线，会连续甲即个涨价来下架嘛？咱来看卖。云林县长选举升温，争取连任的现任云林县长张立宪表示，伊执政伫要4冬，已经替云林县减少68亿的负债，同时改造县内投资环境，希望接落来会当加速向前，甲过去云林是传统农业县转型做农工商科技城。云林县伫民进党执政13年，咱同款以农业为咱的主题，但是正头前即几届的经济产业的即个转型，咱无得咧转型，所以咱真济离乡背景的主题，拢总外漂去其他的县市，这嘛引起我想要来真正来反转云林。也若代表民进党出征的刘建国，面对云林人口老化严重，提出打造云林城做医疗照顾重要的城市，针对农业提升，希望成立青农辅导训练中心、甲农业生物科技园区等等，望提升云林青年做事的意愿甲生产竞争力。台湾也有这个生物科技在往前推动，那生物科技跟农业县原本就应该是紧密的结合，毕竟整个生物科技里面，它要取的原料就是动物、植物、微生物，这物件你云林县都是最扎实的哦。然后种种的这个面向，我们都是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情。芦水溪是台湾母亲之河，云林县一直以来因为安尼真做农业大县，不离个人口煞不断外流。离选战剩无1个月，安怎找出农业以外的转型之路？民进党候选人刘建国最近找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徛台，希望替农民找出路，争取更较侪支持。面对对手的挑战，有连任优势的现任县长张立宪表示，希望甲县政稳稳做好，用好的成绩来争取选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好，咱头看了这个影片内面讲了真济。我头一个问题要请教蔡老师，其实，在去年咧选这个4大公投的时阵，云林县是表现得真好，吼，对民进党来讲是无同意的是57%，敢咧选总统同款，吼，这一次敢有这个实力，通好来引导这个涨价，你的预测？是，我是安尼讲吼，就是讲过去这几冬来，迄个云林的投票吼。有呈现一个真特殊的现象，就是讲，伫县长选举的时阵是涨价，哦，张文美小麦张立宪做县长，但是伫总统选举甲公投的部分呢，其实是民进党较济，其实这个现象啥会发生的，就是讲吼，长期这个涨价伫云林的经营吼，拢是人情，吼服务，吼当然有一寡交换啦，吼。这会产生讲吼，因伫地方的选举的时阵吼，因掌握这地方的这人情票的话，其实因是真有拼面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也看迄个云林县的山线甲海线的立委，拢是民进党籍的。因这两个立委呢，伫中央吼，早真济中央的一寡迄个预算资源，倒来甲云林解决云林的问题。大家拢知影，芦水溪吼，住伫芦水溪附近的乡镇的，即个云林县人吼，就是食饭爱缴沙，用压足大，压足大的。所以即个问题若无解决吼，其实对云林县的发展是足歹的吼。苏治芬立委伊就是对中央找一寡资源转来，吼，包括有一寡就是讲，伫迄个芦水溪中吼铺一寡稻草，互伊卖，遐硬蓬蓬啦，遐硬蓬蓬安尼，吼。所以即个物件就是讲，包括云林县常常拄着的问题就是讲。迄个风台水灾来的时阵，即农损的部分，吼，即刘建国立委咧，伊就是听讲吼，伊就是逐个月拢交即个农委会的主委吼，陈吉仲逐个月来云林县，吼，就是要来解决云林即农业。即变做讲，无你阿杰啊，就来选云林县县长。是但是问题是安尼啦吼，就是讲，
因为婚姻馆像西丽果菜市场是全台湾头1/3果菜的产量吼，啊，所以过去的苏地芬馆长就讲农业首都，吼，啊，即马即个张立生即个馆长就是讲农业就场，哦，就农改场，吼，意思就是讲其实拢离袂开农业啦，吼，我是感觉安尼就是讲，即县市长的选举吼，尤其伫婚姻馆，其实真歹讲，啥哪讲呢？因为我嘛一寡学生甲我讲，老师即届的选举吼，即有可能是5分呐，吼，5分，吼，就是讲，迄个乌多巴因当讲吼破空，什么意思？就是歹讲啦。歹讲，意思就讲，其实嘛无一个讲一定有把握。像你看过去迄个李进勇馆长，伊做一任的时阵，伊当时2017年算了袂歹呢。台湾灯会，哎，迄效果我落去现场，我有做一条调查嘛，我去现场，哦，真好啊。但是2018年的选举，伊煞输去，是，伊煞输去。啊，所以讲吼，其实你有政绩，无代表讲你一定会当连任啦。吼，啊，但是对于即个张立生来讲，因为伊张家的实力，啊，包括吼，因伫议会内底有一个派系哦，这诚信联名。诚信联名。诚信联名，啊，这诚信联名就是真正天意的。啊，这诚信联名包括到无党籍，拢比国民党吼的人数搁较济。吼，所以其实伫婚姻关系是有一点仔讲，迄个两个党4个派啊。吼，啊，这是足复杂的。什么意思？就是讲吼，伊馆长本身来讲爱去安大家的人，啊，这个人夹起来，啊，送的支持啥物人，其实交中华馆有一点仔相共，其实足歹讲的，吼，足歹讲的。所以我相信讲民调好，当然这民调看起来是有差距，有差一段距离，嘿，啊，但是问题就是讲，大家拢知影有当民调的，毋是讲一定的会。最后结果就一起安尼，因为足地中间选民是无决定的啊，吼，啊，无免咱假说讲伊过去婚姻馆，那中央赞助的。你个拢比哪个较济？是啊，你个拢比哪个较济？啊，但是我是感觉讲吼，馆长选举其实是嘛是爱服务啦，吼，啊，甲你的政见啦，吼，啊，这农业官其实过去吼，婚姻馆政府其实交苗栗县共款，迄薪水拢发袂出来啊，吼，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就是讲，你无遐济预算的情形下，有当时啊你会当做就是讲啊，这个老人的食堂啦，做这社福这是会当啊，因为这个馆长吼，伊本身是护理师。吼，啊，伊本身咧做即较幼路的工作，讲要做关分长吼，要做 APP 啊。对，要做婚姻的长照2.0，吼，啊，我是感觉讲，但是即个物件真歹讲，因为中央吼一定会大力来支持即个，比如讲资源嘿，管好劳建局立委，吼，啊，当然就是讲海线嘛是爱靠过去的苏馆长啦，吼，因为若无苏馆长，其实伊是一个正将。吼，伊过去民主时代就是一直咧用抗争啊，吼啊，这运动吼，所以伊其实伊是真够选举，吼，伊咧选举的时阵真正为两步切啊，吼，为两步切啊。我是感觉讲，张家伊嘛袂遮尔简单，就是讲啊，我这稳的，无迄个稳的啦，吼，人咧讲迄个财赃的啦，吼，无一定稳，无一定稳的，吼。是。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得继续来观察。是，尤心，你来看。其实吼，张立生啊，做过立委，你应该也接触过。这个建国啊，嘛伫法院嘛是真有名啦。吼，你即马看起来，尤其啊，因两个人的证件吼，其实我来看，差不多。你要讲点长照，我嘛有长照，我嘛是医学中心，而且我的赞助较悬，我伫好尾站，我就一个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就大的人都来，吼，啊，我大北港，吼，安怎？啊，而且呢，对，这大北港，佫是针对着海线，吼，啊，佫农村的整体的这水路、农水路，因为在婚姻农水路的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你看伊这两个，其实伊这两个拢是有婚姻在地嘛，对啊，拢全部拢在地。那其实证件拢差不多。毋过唯一的差别是啥物？你爱看伊隔壁关嘉义关已经变农工大县啦，佫有无人机研发中心，有故宫，啊，即马佫有啥物台糖的迄种糖厂，有一个7分车要甲伊改造，要迄种接高铁落来。所以呢，其实即届民进党伊想要影响咱云林县的人是想讲，你看你隔壁县的嘉义县已经发展到安尼啊，啊因的高铁嘛已经拢起安尼，嘿，啊咱云林县哦有啦，嘛是有咧做，啊毋过你看安尼两边差，那像
感觉那像有差，所以即届民进党伊想要，互迄个云林人想要。感觉就是安尼，所以因较一直叫迄个翁章良来，一直来云林馆，一直来。啊，除了就是宣传，然后拉抬这个刘建国了之外，就是要互大家有比较的迄种心理的，感觉讲啊，迄嘉义馆啊进步甲安尼啊，啊，搁有故宫啊，阮孙仔逐个礼拜拢去故宫佚佗，啊，咱云林有啥物？伊就是要利用这个方法去产生那个比较的想法。对，啊，毋过即个方法到底有见效无？我感觉实在是爱去看卖啊，因为即届咱中部的选情实在是伤冷啊。迄阵啊，大家拢讲决战芦水溪嘛，对无？决战中台湾，决战浊水溪。啊，毋过咱即摆看，你问看迄种，你去凊彩找一个台中人啊、中华人，还是云林人，讲啊，恁中部有咧选举无？无啊，哪有人咧选举？无人咧选举啊，因为伤冷啊。大家拢无感觉，所以其实这对民进党来讲是真危险的代志。所以还佫无够烧啊，朋友。是安尼啦，因为即马有山线甲海线啦吼，因为涨价长期阮自细汉，阮老实讲啦吼，阮来讲到张英美，大家拢知影是乌道的议长嘛吼，啊尾仔做无当一个县长。只要宋楚瑜去甲婚林，拢一定爱去拜会张英美嘛，所以张英美家族伫遐是非常的强大，包括韩国瑜甲伊嘛有真大的关系，法度去北农做总经理，嘛是因为张英美的果菜公司因为占股权，伫遐有董事会当甲推荐，所以张英美的实力啊不容小觑啦吼。因为尤其大西迄边吼，大西卖寮迄边吼，你注意甲看，张家俊伫遐得票率就悬的。即个虽然苏迪芬甲拍倒，但是过去咱民进党无法度伫遐整合出，拢做一届嘛，包括是各样做一届，所以苏迪芬做两届关。想到无法度去整合，主要的原因是啥？因为山线海线分了最清楚的啦。所以这一处他说讲了无毋对吼，因为选举太冷，这是嘛是我上烦恼的所在。你讲迄个所在要甲兵盘创啥？其实你讲这个张立生，你遐做偌侪代志，其拢是中央的补助款要去做的啦。哦，包括风力发电啦、太阳能发电啦，啊，包括一寡这个污染的这个排毒啦，吼等等。但是咱注意甲看哦，婚姻即摆出现一个问题哦，什么问题？外口的时势要等去投票，这大概拢是改变婚姻的开始。迄人苏定婚嘛无法度整合两边啊。但是因为顶一届，你看这个咱即摆这个选委会主委李进勇，伊顶一届你注意甲看，无少年人等去投票的时阵，李进勇就无法度连任吗？过去李进勇拢是靠苏迪芬的海线去甲整合起来，所以各位去甲看一个问题，婚林出外人上济，你只要是湘北咧选举啊，140万人影响着生死亡，所以婚林人是爱出外。因为故乡无法度讨谈嘛，尤其阮也住伫大西，住伫麦寮的，除了空气污染，饲鹅饲袂活，连咧淹大水、地层下陷，这等等的问题，但是虾米人要去解决无？所以张立生甲苏迪芬拢甲重心放伫海线，真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讲去改善迄边的环境，但迄边的环境因为长期以来无法度处理。但这一次无共的所在是啥？过去民进党有可能因为海线山线分裂，但这一次劳建国是结合着苏迪芬的支持。过去有可能是分裂总统，所以你看开始的时阵，总统嘛希望去协调讲苏迪芬啊，你都爱来甲建国，爱甲支持者。但是我学了劳建国的原因是安尼吼，我甲伊有小可接触过吼，伊伫国会表现资料，伊较放伫地方型，伊就讲中国性的议题面顶，伊表态就较低。但是伊较安怎辛苦，伊等下等于婚姻处理代志。所以阮阿舅伫大西咧饲鱼啊嘛吼，因真清楚，建国啊，伊要过大西，要过麦寮，一定爱苏迪芬甲带，因这人才有法度整合无。但是过去拢是国民党的系统咧，拢张家俊的系统咧。但是即马拢并盘支持苏迪芬，是安怎？因为你海线的部分真歹讨谈啊，咱老实讲足歹讨谈的。想到即马拄开始，咱伫开讲的时阵，我想到麦寮的厝起会起来。你敢讲真诶去住麦寮，敢真诶遐好？我定定开车行61号要转去的时阵，载阮太太要转去因后头厝的时阵，看到迄红蓬蓬，迄个所在敢好徛起。你污染嘛是因为有争取着补助，所以麦寮颠倒讲伊厝价搁起来。过去去麦寮经过大俗迄边的土地的时阵，迄根本就无人啊。迄7-11伫遐，边仔拢无人呢。即空旷呢，但只要无啊，开始咧去换厝啊，
所以就是讲，离遐认为有做代志无做代志，伊当地人上清楚啦。但是话讲倒转来，你莫小看张家，张家除了渔会系统以外，伊的农会系统是中南部水库拢非常的强。所以这产销公司若有法度去甲叮当起来，你莫看张英美安尼，哦，人讲伊学得安怎，真侪分林的建设哩，伊任内的时阵，伊歹势分院就过啊，分校就过啊。好，但是即摆要怎个去健全呢？来建立这个分林哈，比如讲刘建国提出迄个国家级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其实上早期是啥？要争取台起啊，争取一个分院啦。但是做拢是中型的病院，无到一个大型的医学病院的原因是啥？因为第一个人口数一定无济，无够啦，无够。啊，过来伊遐建设。坦白讲，爱去的医生也无多啦。对啦，你要去遐上班，有影足艰苦的啦吼。所以重心拢可能斗六啦、斗南啦、好尾啦，但是其他的所在，因的生活其实拢走去甲家己。你像我讲一个上好的例，阮某的外公破病，大西人，伊去住伫倒位的病院，伊去家己饲住院呢。伊毋是等于，伊毋是去斗六好尾住院呢，是安怎？伊无一个大型的即个医学中心伫遐。所以就变作人口的外流嘛，足多的嘛。所以即摆关键一件代志，过去当然张家有真侪撇案啦，吼，包括即个焚化炉啦、沙石的代志啦，阮遐全部的全世界的人拢知啦。但是即摆就是爱去讲，这就是趣味，全世界的人拢知，但是票还是等互伊。对啊，所以头拄仔你讲中华甲分林有一个特色，就是中华分家南，只要有法度掌握农会系统，我甲各位讲。就歹拍破，所以这一处呢，苏地芬啊、劳建国啊，因想在伫农会系统的方面会去加强。主要原因是啥？因为你要甲这个地方组织甲拍破，一定要侵入去到内底啊。这我来请教吼，专门的研究这个派系的蔡老师。是，明明知影讲有一大堆问题，也是等互伊。这甲咱问这个中华共款，明明就知影恁啲派系拢咧讲啊这。啊，虽然讲可能派系拢甲我安搭也好，我有通啊食清，我就 OK。在分林嘛是这种情形吗？对，其实就是讲伫地方的社会吼，比如讲好啊，即摆发生地方有人发生车祸，啊，大家知影讲车祸上歹调解的就是金额的问题。啊，因这地方的政治人物吼，因咧处理啥物工课？哦，来，恁大家拢超袂平呢，好，大家安尼来对策，吼。啊，我讲的就做安尼，啊，一定就解决啦。什么意思？伊伫地方就扮演即个，那像法官迄个法官头人即个角色，啊解决伊个问题。而且伊本身来讲，因咧讲话拢有一寡分量，啊，什么人会听来讲无就照即个意思。所以其实因嘛是做足侪服务的啦，吼。当然因有一寡较有争议性的部分，但是我是感觉讲吼，大家毋能干那看迄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讲，伊伫地方社会，其实足侪人咧讲啊，因有当时啊去走摊的时阵吼。迄若民进党也是无党的，拢无法度摕遐济资源出来，但是因咧管吼，拢管比因较济，吼啊，所以其实我来讲，这服务的部分吼，这无违法，但是伊对地方社会的结合是足捌的啦，迄就是人情的票，吼，迄夹啊足足地方特殊的风土人情所隶属的。对，啊，但是这有当时也是安尼啊，人情吼，你做无毋对，但是有当时来讲，迄有个地方的议员啊，讲老师，伊来拜托10届啦，啊，我甲做9届啦，啊，但是有一届吼，我做无对了，伊就无支持我啦。我意思，伊意思就是讲吼，即个物件就是讲，你完全要答应伊嘛，无可能啊，无可能啊。但是因为资源拢有限的嘛，所以派其实我来讲吼，因嘛是足惊吓呀，毋是讲大家派吼，我在稳的吼，我当一直执政啊，即届是恁小妹啊，后届要啥物人，拢永远姓张的嘛。这嘛是一个问题哦，是不是？因为所以这个选举无包赢的就对啊。对啊，但是苏地芬的部分就是讲，啊，到底是要啥物人要来接伊这个过去县长的这个职责，嘛是同款的问题。但是就是讲，伊一定要不断的进化，啊，无有当时就是讲，啊，无人甲咱拢说长啊，就免选啦。吼，当然一定用批评这啦，但是我是感觉讲，爱一直不断的竞争，啊，做一届2届，哦啊，轮替落来，其实对。分林的地方政治是好的代志。咱遮有分林人，立心，你来看咱分林吼，你上需要，你感觉因其实常常咧强调这个长照的代志，因为人口老化，啊，外来的人口出外人真济，那是
有这个机会要对因两个人讲，你要来讲啥？感觉嘛是老化的问题，因为阿公阿嬷拢嘛要个伫迄种伫老家安尼嘛，啊你嘛会烦恼健康的问题，所以我感觉其实老健康这个有一个优势，因为伊长期在那个卫环委员会内底，所以伊其实我感觉迄种大家部会啊，听到伊要叫伊去办公室，拢嘛做烦恼，因为老健康真的很鲁。这很鲁的，因为伊遐就是做这案嘛，然后我是听讲伊真正是做服务做干嘛，真正非常的透彻啦。伊进入去内底，安尼大家逐户拢嘛叫会出名呢。嘿啊，因为伊伫山线嘛，伊山线经营甲非常的踏实。啊，其实伊的境界嘛袂歹，讲实在，因为伊知影讲云林就是人口老化。人口外流，所以大家就是爱关心在是谁，是大人，所以伊就是有讲这个什么国家级高级医疗健康福祉中心。我是感觉讲伊啊，真正动算是做会到的，因为中央一定会甲伊大力甲伊钱甲嘿啊，因为伊要爱钱这个恐怖，爱经费啦，要争取经费这个部分，真正是用尽全。